别问啦。跟你说了那么多次，叫你不要做，可是你做了还是不好。你们那一套早就说过了，不要再说了。 叫你别收拾我的房间了，你看东西都找不到。不要吃什么，我知道啦，别再夹啦。说了，别吃这些现菜啦！你怎么老不听啊？我自己有分寸的啊，不要老是说啊，烦不烦呐？ 这些东西说了不要啊，你还堆在这边做什么呢？洗衣服。 你
时大人一个大规时上无完全无啦。所以到一个年岁一个咱时大人，咱世俗话叫做我咧讲做老番边，对吧？你讲人老番边，以后你嘛是老番边啦。风水是人流转啦。所以是大人目前暂时失去毅力啊，但是伊毋是永远啦，你应该渐渐会大啦。咱人会老，囡仔会大。有一天老轮到着你的时阵哦，你若亲像你不老时大人，若搁印在你身上，迄个时阵你要叫天叫地，完全就无法度，因为是你家己所做的。所以在这边后学是抛砖引玉啊。一世人咱咧做人，咱有人的本分嘛。啊，人的本分上重要。所以这项是咱要有一个饮水思源。所以有一句话叫做“有温不报非君子啊，饮水思源乃至”。人就是要慢慢去走。你应该走的路，把你人是这两个字对不对？一个阴一个阳，你怎么样做得好？虽然前面讲的做人是难，蛮难做人，难做。但你既然是做人了，既然是要怎么样？则安之啊！好好的把我们的角色做好。尤其今天是个一贯道的弟子，我们要替老师、替师母。老子说争个面子啦，其实也不是争面子，是为自己争气的。为什么是为自己的自我的本分、我们的角色、我们的职责把它做好。最后，或许做一个结论。所以佛师讲一句话：一个家庭若好去，万事一定会幸福。啊，你讲的家和啊，万事兴；家不和，万事平啊。那么，这个和平嘛，相关。所以道场的伦理，请问诸位，道场的伦理是什么？咱家庭有家庭伦理嘛，有大有小，对无？这是大是大，这是小是小。但是咱伫道中有哪有一个伦理嘞？兼备和合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尊师重道，这个就是啊。如果有办法都是尊师重道，那在这个道场会不会和睦啊？会啊！啊，这个道会不会同然？绝对会，好、绝对会。所以今天诸位，我们都是一个弥勒的家园啊。我们都是刚才讲的，咱这个世间有几个家庭对不？但是这是一个小的家庭，真正大的家庭就是这个弥勒。因为目前是弥勒降天盘，未来的世界是什么世界？是弥勒人间净土的世界啊！也就是我们至圣先生咱都孔子说过，叫做大同的世界嘛。那大同什么叫大同？大同要从小同开始啊！小同是从哪里？从你的家庭啊！你家己一个人都习惯无好势，你自己袂同，我请问你要哪大同？你这家家己咧做袂好势啊！你要哪把这个道传去到外口，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弥勒的家园内涵就是要和和睦睦，不分彼此，将心比心，互相的帮忙。所以叫做见道成道啊，顿转坤乾。大家既然是生了一贯道的弟子，白羊的天使，我们大家互相提醒。我们做后学的尊敬我们前贤，前贤提醒后学。在我们十条佛国归来讲得非常清楚啊！如果每一个人都照着他自己的本论这样做，那我们的道场是个非常和谐的道场。一个家庭，它是一个非常和谐的家庭。最后，后学
呐。要不然那这么好写，按来不变我不没有办法。所以每一刻我们都应该把握当下。你的每一个时刻，每一个念头，我们都要牢牢的把持得住。就如同我弥勒真经在给我们谈的劳酸意嘛，怎么样？练无声啊！你的念头要把它把住，那你人生的过程当中啊，你才有办法多才多艺。所以今天透过这个候选这个学习的机会啦，也是我们义和社团这些前线的候选一个主题呀。那一个后学才疏学浅，我含慢啦但是只要讲的人含慢无要紧，听的人老就好。听有要紧，我含慢讲无要紧，恁若听会了。所以希望借着这个机会，他的后学是才疏学浅。如果讲的不圆满的地方，或者比较那个什么，不得体，或者语言比较粗鲁，或者讲话比较大声，因为后学是大声，大然后声的啦，所以如果比较不好的地方我们后求先活之类啦。那希望诸位在座的能够胜还如意能够平安吉祥。好，谢谢诸位。最后感谢诸位前贤与后学这